中国的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首次亮相了。春节前夕，国家领导人到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慰问，通过视频看望基层官兵，检查部队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。其中，军事航天部队某监测预警站首次公开露面，这个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。通过视频，咱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预警站应该是国产 P 波段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。去年9月份，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砥砺奋进的5年大型成就展览当中，国产 P 波段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曾经首次以图片形式展出。而在去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面， P 波段大型有源相控的雷达首次以模型展出。P 波段大型有源相控的雷达主要是用于对洲际弹道导弹预警的。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在1万公里的情况之下，弹道高度可以达到3000公里以上，弹头重返大气层瞬间速度可以达到30个马赫数。这就要求陆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具备极强的探测能力。洲际弹道导弹在弹头没有分离的情况下，它的雷达反射面积大概在10平方米左右，因此对于雷达反射面积10米左右的探测距离就要超过3000公里。P 波段因为其卓越的穿透能力和出色的远程传输性能，所以这个雷达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5500公里之上，从而能实现对远程目标的早期预警。美国铺路藻雷达就能提供7到10分钟的早期预警，从而能够对导弹的防御系统提供应有的防御时间。同时 P 波段雷达还具有一定的反隐身能力， LS 波段成为分米波段， CX 波段成为厘米波段，而 P 波段就是米波波段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米波雷达。隐身战斗机主要针对的隐身探测波段是 S 到 X 波段，因此对于米波波段，也就是 P 波段而言，隐身战斗机的隐身效果它会大大下降。目前关于 P 波段相控阵雷达的具体性能参数没有官方的公开发布，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铺路藻雷达。美国铺路藻雷达由2面阵天线组成，面倾斜角度是20度，每个方位角是120度，总的覆盖角度是240度，俯仰角是3到85度。雷达的正面天线呈圆形，总直径是31.1米，实际有效工作直径是22.1米。咱们的 P 波段雷达看上去要比美国的铺路藻雷达要大，这个雷达的总高度达到了40米，其核心组成部分是由一个直径是30米的圆形天线正面。国产 P 波段雷达也应该是采用的120度探测方位角，因为这是相控阵雷达能够达到较好探测指标的极限角度。而 P 波段雷达的面倾斜角也应该在20度左右，因为铺路藻雷达的研制比较早，而咱们国产 P 波段雷达的 TR 组件应该比铺路藻雷达要多，因此它的探测能力会超过美国的铺路藻雷达，最大的探测距离应该超过5000公里，其整体水平可能与美国下一代的相控阵预警雷达相当。根据相关资料，美国反导体系由5部陆基弹道导弹预警雷达组成，分别在美国本土、英国和丹麦的格陵兰，实现了对美国本土防御的全方位的覆盖。美国在阿留申部署的陆基导弹防御雷达，既能够监控俄罗斯的潜射和陆基的弹道导弹，也能够监控我们在东北、华北地区的导弹发射。而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陆基预警雷达，也就是所谓的乐山基地长程雷达，主要用于我们华南、西南、西北地区的导弹发射监控。国产 P 波段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部署，填补了我国远程战略预警的一项关键技术装备空白，极大增强了我国的远程预警探测能力，已经成为我国战略导弹防御的重要担当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飞评论，下一期再见。